后来搁来，这个观光旅行业嘛大抢人客，有这个旅行社搁加码，另外搁来推出着3000块的优待券，后一届来带妹就会当赌现金，还搁有饭店，若是用振兴券来用餐，就甲你拍折。那刷落来，交通部要推出的安心旅游优待的措施，初步规划要甲振兴3倍券合并来使用，安尼伫咧国内佚佗就更加省钱咯。 振兴3倍券，旅游、观光、餐厅、大房、饭店拢会使用。旅游业者有够欢喜，拢想要抢攻这块大饼。靠不一天24小时，就有旅行社推出这张3000块加码优惠券，订全台湾30间饭店拢会使用。你可以使用满5000折500，满3000折300，满2000折200的优惠使用。 振兴3倍券甲加码优惠券啊，做伙用来算看卖，若是阿某2人住一暝5000块的房间，用振兴券唔来使。 拄5000块的房间钱，搁剩1000块会使用。同时，旅行社搁送3000块的加码优惠券，所以讲若搁住一暝，就会使搁减500块。等于是房间钱搁拍9折，搁会使用剩的3倍券的1000块，等于是敢若开3500块，就会使连续住2暝。就安心旅游来讲，我们是希望鼓励民众走出户外，所以只要是振兴券，它没有做额外限制的，我们不会在安心旅游的内容里面去做额外的限制。 交通部的安心旅游优惠方案嘛，快马加鞭，一礼拜内推出。饭店业者嘛推出优惠，烘鸭餐、牛排餐，若用3倍券消费，就使拍7折到6折。预计是应该会成长个30%左右。目前饭店餐饮的部分跟去年同期比较，已经大概有回温到80%左右。市场遮大，大家拢足久无出去啊，这波振兴案一定会引起观光旅游的消费热潮。